老外他来哈，他就很奇怪，你这旧的东西，你怎么有办法变成新的？让国外专家千里寻来新竹的工厂，只为亲眼证实，台湾真的有人可以让绝版消失的古董车重新复活。这就是那个惊天动地60秒那个野马的这台车子啊。还有 GM 1969年 Camaro 大黄蜂，美国精神代表的肌肉车，在罗修贤这里，所有车壳零件都能复刻。但引擎他可买得到，但是就是买不到这个车壳。一台车动辄需要数万到10万个以上的零组件，罗修贤因此结合80家工厂，想要串起完整的产业链。他做布的，他做这一个，让他做这一个，然后弹簧他做，然后玻璃他做，就是欠缺的懂得人去串联呐、所以有竞争力，咱唔会本人争这。老板说要有竞争力才不会被取代，对不对？我有竞争力，咱不会本人将就。原本价值100多块的玻璃变成汽车的三角窗，就是120美元的身价。黑手也能出头天。采访这一天，工厂里就有2位师傅被请到外国去指导技术。别人想不到的东西，他竟然用得出来。车壳还可以作为造型沙发，车子底盘成了桌架。罗修贤计划以此延伸主题餐厅、民宿、婚纱摄影。2个人做的沙发，你在家庭也可以用啊。这是不是你就可以附加价值，变成一个跟人家不一样的？对古董车的兴趣化作研究动力，罗修贤缔造了年营业额4亿的佳绩，因此也找到了汽车业的蓝海市场。这个市场50年、100年，甚至我们都不在了，你看他们都还可以延续下去。我一定有自信这样。罗修贤的企图心不只是让古董车复活，让汽车原厂为之折服，他还要打造汽车的文创产业，也正一步一步留下他努力的成绩。我有竞争力，咱唔會本人將就。我有競爭力，咱唔會本人將就。